小巴站排長龍，馬路大塞車，的士坐地起價。今年3月22號萬宜東壩嘅交通混亂事件，令到大家意識到呢段路嘅交通配套不足。到咗5·1黃金週，情況又點呢？帶大家返到5月4號星期日，由小巴服務、馬路情況、的士服務3方面睇睇萬宜東壩嘅交通。北潭涌巴士總站排隊等小巴嘅人雖然多，但係有多部嘅小巴喺車站等上客，亦有職員協助乘客旅客。俾車費方式加入咗電子支付，整體而言上車嘅過程係順利有效率，路面交通大致暢順。中途如果需要停低備車，亦都好暢順，唔會耽誤好耐。上到水壩之後，會見到有警察維持秩序同埋指揮交通，的士上落客嘅位置等，亦見唔到有關濫收車費嘅爭吵。點解咁多人山長水遠咁嚟到呢度呢？因為呢度嘅景色係非常罕有，同萬宜東壩嘅地形形成嘅過程係有好大嘅關係。萬宜東壩係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嘅一部分，因為呢度有1億4千幾萬年前形成嘅六角形岩柱，其中底部 S 型彎曲嘅岩柱群係因為地層冷卻過程中遇到地質嘅移動，外力令到未完整固化嘅岩柱變咗形。六角形岩柱群喺全世界唔罕見，但香港呢片被列為首8個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地質遺產地，係因為呢度嘅矽質含量比其他地方高，產生出極為少見嘅淺灰色火山岩，而呢種物質理論上係不利六角形岩柱形成，所以呢片廣闊完整嘅岩柱變得非常珍貴。